其他消息，在地新闻，咱来关心桃园的检方侦办一件诈欺案件，发现中信银行有行员和诈骗集团勾结，甲转销金额有关，用这款方式来协助洗钱。检方嘛，甲5个行员、一个诈骗成员抓回去问话，尾仔这6个人拢互交保。要把钱领出来，这样。诈骗的手路一直在变化，银行业嘛受到牵连。中信银行进前才传出有行员涉嫌甲诈骗集团有勾结。 结果，桃园检方伫侦办一件诈骗集团的案件的时阵，所发现类似的案件是各一届发生。搜索中信银行双和北芦洲及江翠分行，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中信银行某行员涉犯刑法、诈欺、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检方调查，有几个行员，那像是以提关汇款的额度等等的方式。 来协助诈骗集团洗钱，日以去中信银行的双和、北芦洲、港仔翠分行所在，也有去一个诈骗集团的成员因兜所在，甲5个行员甲一个诈骗集团的嫌犯抓回去，先后以涉嫌重大、有串口径的疑虑，甲一个男性的行员升压，其他的5个人是交保候团。你在诈骗集团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啊？面对记者问的问题，伊是拢无回答。桃园地检法院讯后裁定这个姓郑的行员10万块交保。 完成报销了后，伊随就离开。之前的那些分行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一家分行是重叠，就是江翠分行。洗钱防治政策的一个效能、风险管理的一个效能、约定转账的一个管控等等，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新形态行员这种行为异常态样的这个监测跟管控呢？这道防线被突破的时候啊，分行在调高这个权限的每天汇出金额的那个权限。 应该是要做一个另外的考量的，就是它的授权层级应该再高一点。工会认为讲协助民众调关汇款额度的条件，可能要搁调整，嘛要强化教育训练，或者是定出相关应用的措施。现在中信银行嘛有做出回应，因讲这个案件是进前案件延伸的查证，会配合调查的程序。现在这个查证的结果，甲公司的营运无关系，嘛无重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